桂林沙仑除了智慧热能科学城、省城奥莱加大台南会展中心等建设带动发展，嘛是全台湾第一座 AI 产业专区的所在地，成为科技产业的重要核心。日々人口不断的增加，经济服务嘛相对要紧，所以市府伫高铁大道加高铁六路口新建沙仑派出所，要大大提升当地治安甲交通维护。争取由来用这个沙仑派出所，未来对咱遮的治安，也是那种种方面会个加分。所以讲占入地方，咱足欢喜，今仔日开有来破土典礼。25号，市长黄伟哲、警察局长以及桂林分局长等民代贵宾共同伫动土典礼上祈福，祈求工程圆满顺利。相同。祝贺开工顺利，开店平安，迎金得过。象征着沙仑地区的蓬勃发展，也象征着台南市未来的一个发展的重中之重的区域。好，我们期待能够让更多的好朋友，好能够在沙仑地区更安全、更舒适的生活。市府表示，沙仑派出所编列9400多万，将打造成地上3层的绿建筑，以白色为主体，嘛代表公平公正的态度。预计115年8月完工。台湾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